工智能嗰方面咧，呢個嘅 DeepSeek 嘅出現咧，亦都改變咗成個嘅生態環境嘅。即係除咗喺美國嘅科技之餘，我哋其實好多嘅內地嘅一啲科技發展，亦都係反映緊喺我哋嘅市場上邊啦。咁所以變咗即係再加上我哋本身自己港交所平台上面已經有好多無論係頭先提到嘅人工智能啊、半導體啊、綠色科技啊、sustainable energy 啊，甚至乎一啲自動化，甚至乎一啲electronic vehicle 呢啲板塊嘅時候咧，其實你見到香港作為一個投資內地呢一個新經濟嘅板塊嘅窗口嘅角色咧，係越嚟越明顯嘅，越嚟越明顯嘅。咁所以最後就係頭先都提到就係話，我哋公司本身咧，亦都就住呢個上市嘅條例方面咧，亦都有進行修改啦。呢個第18條啦，咁就引進咗好多嘅醫療啊，甚至乎係唔同嘅公司，因為過往可能個上市個需求會係喺個盈利上面啊，或者係上市年期上面一啲要求啦。咁呢啲都做咗一啲嘅更新啦，都係希望可以為呢個市場、為呢個成個 industry 去到提供翻一個投資呢一個科技嘅金融科技也好，甚至乎科技發展都好啦，去到成個轉型喺我哋作為香港一個嘅投資中心咧，嗰個重點咧，由過往嘅一啲傳統經濟慢慢轉型去一個嘅科技經濟嗰度㗎啦。